朋友，我们今天非常荣幸，我带了2位帅哥来参观一个人文空间。那这一位呢，是我们世界非常知名的花甲男孩杨富明，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新锐作家李炳书。我们今天来这里啊，就是五妃街。那你看看这个呢，建案是非常有名的成美福珍，一个非常好的人文空间。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空间的主人。嗨，王老师好，爷爷，两位好，百栋爷爷，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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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很高兴呢来到您的这个空间了呢。是那您要不要带来我们去进入你们这个空间来介绍一下它的内容呢？好。我们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蛮特别，是为了这个社区大家这边交流，你提供了一个很特别的元素，叫做书，对不对？对对。所以呢，我们注意到说，您在书呢，其实选择上其实也有你自己想要去布展的主题。是的。你可以带我们进去看一看吗？哎，那我们就这边走喽。好。那这个我们是以艺术跟艺文艺术还有书，对不对？然后一起来塑造这个空间。也想说让我们的住户尽量能够在艺文的气息里面。然后成为他们交流的空间哦，这很特别哦，跟一般人家艺文交流的主题就是很相近了。是的，那您的书很特别，你看台南，看到没有？通通都是台南耶。所以你在选这里头，其实是每一个专柜的选书是有特别的设计，是不是？是。那我想说，我们不是一般的书店嘛，所以我们整个书墙没有办法容纳很多的书籍，是。所以我们只要找出几个主题，跟住户的连结会比较有关系的。那当然，第一个依照我们就是台南出发，台南哦，有台南的作家都在了，哇，您真是识货的。这几本书。这个很重要，老师应该很面熟哦，有，天天在一起呢。其实那从台南其实很有趣，我看到你那边还有一个关于台南的地景啊，对，关于台南的一个区域的介绍，还蛮特别的哈。慢慢它会走入这个比较生活化的。对，那这个其实还有，我看这里也很特别，是属于一个艺术的台南生活哦，就是台南，然后地景，然后生态，然后生活。哇，这个很周全。那最上面一层都是历史哦，真的哈，都是历史。就是你觉得历史的本身它的重要性也好。对。那这里还有嘞建筑呢，对不对？好，那这个就是一大笔都是建筑的。对我来讲，你的梦想我知道，你的梦想。我的梦想是成为一个建筑师。对。可是就是不爱念书，所以考不上。但是我也希望把建筑的专业跟一些建筑方面的概念给住户也能分享所以在这个建筑的部分当然我没有办法摆很多，可是我要特别跟各位介绍其实这一本是安藤忠雄，可是这一本呢，哇，这么重！这个贝聿铭这个全集哦，贝聿铭这个世界级的大师在去年才过世对。然后这本书出来大概只有3个月至5个月左右吧。那我就买了2本，一本放我家的书柜，一本就放这儿。那因为这一本其实是，我相信我们的住户到了书店可能买不太下去。蛮贵的这种专业的书，这很贵。那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们这个书墙我也跟我的住户开大会的时候跟他们提到说，如果你们在外面的书店有看到你们喜欢的书，那我觉得适合放这里，你不用买，你告诉我，我去买。了解，等于是买一本好书送给大家来一起阅读。所以我觉得能够把住户喜欢的书放在这边让住户来大家分享，是一个蛮快乐的事。对啊，所以你看就特别连安藤忠雄这么厚的书，他都买了，老板自己花钱。我觉得很快乐啊，买书给住户，对不对？让大家可以。所以我说希望他们自己去找书，因为这一道墙基本上这个空间都是属于住户的，对，因为已经交屋了嘛，是住户的，所以住户希望这一道墙里面是什么书，他们愿意看，这个很重要。对。所以我来策划这些书，不一定是他们100%都喜欢，对，可是他们自己看到喜欢的书，就告诉我，我去买。所以这一个书墙。其实我觉得是可能是一个时间就会换一些书，所以它会是流动性的一个书墙。但是我觉得你的整个主题是还真的不错，从台南出发，这人文地景之外，你看到你还一整套都是这个历史的书那还有很多是有关养生的啦，或是儿童的绘本。那我觉得这真的蛮好。
其实我这样子看了以后，觉得蛮感动。这个我们今天纯美先生提供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场所，因为呢，我可以让很多人住在这里的社区人享用这个艺文空间来阅读，或是来听听这些作者呢，也来办个读书会。那户外的时候呢，我可以请也许很多人来歌唱。像我们今天就非常非常的幸运哈，你看这土方窑的钟伟正，就把他自己创作的歌曲呢带过来，真的是很美的地方，非常感动的画面。我们来静静的享受，来聆听这个感觉啊。是的。一曲归黄，为速度天堂，为你筑行，桂花娘。带来我们爱读册，各位亲爱的朋友，很高兴我们又相见了。我们今天呢，在陈美蒲真这个很美丽的艺文空间，邀请到了2位其实非常年轻的，出自于台南的作家。第一位呢是我们的来自于山的大内的花甲男孩杨富明。美霞老师好，大家好。那另外一位呢是来自于海的将军欧望地区的非常年轻的作家李炳书。美霞老师好，大家好。这么美丽的空间哦，其实充满了很多的活力的。我就在想，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请一个充满活力的主持人呢？所以呢，今天就是了，我们让我们的富明呢来客串这一集的主持人，让2位年轻的作家好好的谈上一堂有关你们今天的艺文啊，或者创作，那我们就可以当作是欣赏一下很美丽的风景一样，来听听各位你们2个的想法跟看法了。那富明就拜托你喽。OK， 谢谢美霞老师。好，当美霞老师告诉我说富明有没有可能为我们介绍台南在地的年轻的作家的时候，其实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李炳书哦。那炳书其实是9年级生了，那我常常被称呼为年轻作家。当然，我遇到一个比我更年轻的作家的时候，我一定会注意到他哦。那炳书其实来自于刚刚美霞老师有介绍是欧汪。那其实我念欧汪，我都是念台语的，可是敖王，我每次觉得念敖王出来的时候，觉得自己特别的会讲台语这样子，因为敖王就有点高郎的那种感觉哦。那我们也期待炳书以后变成以后的高郎这样子。那新的世代对于台南的书写自然会有一个新的面貌。那其实我也特别的想要知道说，未来的一个台南的一个创作的一个变化，在比如说像是炳书的笔下，它可能会产生一些怎样的转折哦。所以其实这边也许一开始就请炳书来谈谈，作为一个北漂到台北念书的台南的子弟，那台南这几年变化非常的大，觉得你有怎样的体会？那也许未来在你的创作当中，可能潜移默化都会产生一些影响。是，谢谢美霞老师，谢谢富明的提问。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对我来说非常有意义，是因为我到台北读书其实已经是将近第9年的时间了。那在这段学习的过程当中，其实都在就读，就是从中文系到台文所这段期间。那我觉得在台北的这段读书的过程当中，有时候感觉到非常疲累的时候，其实我都会想要回到就是家乡去，家乡台南去。那我觉得对我而言非常重要的一个面向是，我觉得是在我离开家乡之后，我才会想要重新去认识我家乡的面貌是怎么样。那尤其当我回到台南之后，带着一种学术的眼光，带着一种研究的角度回去看待台南的时候，我发现它其实充满着一种文的传统。那所以呢，其实我觉得回到台南之后，我可能会从不仅是文字，然后文学，然后乃至于文化或文明各种各样的角度来看待台南。那当然，回到台南之后，我发现，诚如富明所说的，它的变化其实是非常大的。那不仅是在景物上的变化，那人事上的变迁，那有可能是有的人开始向外移动了、迁徙了，那其实有的人也是逐渐的离开了。那其实这些东西都会促使我去想说，在我不在台南的这段期间，它已经不断的在变化，甚至说它可能不断的在老去。然后，所以这就促使我非常想要在场，我想要在台南去体会这件事情。那么写作其实就是我一个在场的一个行为。那我为什么会说它的变化很大？我对于我来讲的话，我觉得是比
比如说像在欧汪这个地方，它可能房子是越盖越多的，但是呢，就是像是我家，因为我家是一个比较老旧的3合院，那我们家在可能逢年过节的时候，其实都会搭棚子，然后来宴请，然后就是或者是说来祭拜的时候，那个酬谢神明的时候，我们都会这样搭一个这样的一个很大的活动，等于说大家都来到老练。可是我后来发现到，因为人口逐渐的往外流之后，这样的活动在我长大，甚至是到了台北之后，这样的种种的活动其实已经逐渐的减少了。那这也其实让我感到非常的可能有一点难过，对于一种时代的变迁的感觉。但是呢，其实我后来回到台南，可能想要去重新找到台南的一种底蕴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基底其实还是在的。就比如说，像我回到我们的我所居住的地方是欧汪。然后我们那个村落叫做嘉昌村，那因为我阿公他在我小时候常年是在那边担任村长的，所以其实即使他已经是20年前担任村长的，但是大家看到他的时候，其实都会这么称呼他。那当我有一次回去欧汪，我在那边散步的时候，然后我看到有人就是看到我说：“哎，你是村长的儿子。”那这种时候我就觉得非常的亲切，因为其实我了解到，不管是怎么样，随着时代的变迁，然后有怎么样的潮流不断的在冲击这个社会，其实有关于台南的这样的一种人情的温度，或者是一种情感的联系，其实是一直都存在在台南的底蕴里面的。OK， 谢谢秉叔。秉叔刚刚的分享非常的精彩，我们可以听到他自己对台南变化的一些想法，当然他也勾连到他自己的出生地，也就是将军的欧汪哦。那作为一个年轻的写作者，其实包括我在内，其实都很常会被问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文艺养成是怎么形成的？有没有最喜欢的一本书啊？影响你最深的作家呀，或者是哪个场景、哪个空间吸引了你走向文学的路？那我自己其实就是在大内长大的，每个孩子心中应该都有一间属于他的一个书店或者是图书馆。那大内图书馆对我来说就是非常的重要。那我也想好奇问问秉叔有没有属于自己的文艺启蒙的那个关键时刻、关键人物或者是关键场所呢？谢谢富明。其实我觉得很有趣，是因为富明问到这个问题，让我想要讲一下，就是我成长的空间，它是怎么样的。那我刚才有提到，我是在将军乡的欧汪长大的，但其实我是住在嘉里镇，就是一个叫做骁龙的地方。那不管是欧汪或是骁龙，其实它都是一个平埔族的译音。那为什么会这么说？是因为我老家原本是一座3合院，所以左右的2边护龙其实是住人，那中间就是神明厅。那说实在，其实这样的空间很小。那所以在我出生那年，我爸妈就是搬到家里去了。那不过虽然就是说搬到家里，不过我们家里跟欧汪之间的距离也不过差不多是5分钟的车程而已。那因为我爸妈都要工作的关系，所以我小时候其实他们就会把我放在阿公阿嬷家，所以呢，然后晚上再把我接回去。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殊的经验哦，就是说我可能早上在欧汪，但我晚上是在家里。那其实，在家里它是一个比较热闹的地方，但是欧汪相对来说它其实比较僻静，它是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所以呢，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我就一直不断的在这2个端点之中移动。那这也促使我说，我觉得在我的成长的这样的经验里面，其实一直有2种的感觉结构在不断的作用。那其实我觉得很有趣的是说，当别人问我说，你是哪里人？我就会说我是欧汪人。那别人就会问我说，那欧汪要怎么写啊？对。然后别人问我说你住哪里的时候，我说我住家里。那别人就说谁不住家里呢？对。所以就是但我觉得无论如何，不管是欧汪还是家里，它其实都是盐分地带的一部分。那盐分地带呢，也是我们台湾文学史上一块重要的一个场所这样子。那刚才富明所提到的这个问题，就是有关于文艺启蒙的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很重要，是因为我父母亲都是就读中文系的。那家里面的书房里面有很多书，那我就会自己到书房里面偷偷摸摸的去看一些书。那我觉得我最早开始看的那些书，其实是有关于民间的民俗的这样的有关于可能民间故事。那它这可能是我的文学启蒙之一。那再来，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说，我就读的国小叫做欧汪国小。那欧汪国小呢，它其实是一个人数并不算多的国小。那我记得我那时候非常的讨厌睡午睡。
所以我在午休期间我都会到图书馆里面去看书。虽然说是叫图书馆，但欧汪国小的图书，其实在新教室还没有落成之前，它其实就只有一间教室的大小，所以它的图书自然来说也不会太多。那但是我很喜欢在那边去阅读，甚至我会去那边我喜欢的书，我就会不断的在那边重新阅读。那直到了就是将军图书馆它落成之后，我反而就很常到将军图书馆去。那将军图书馆呢，它其实是盖在一座公园里面。那这个公园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叫做飞沙仑。就是顾名思义，那边是有一座小坡地的。那这个很有趣的是说，其实我在国小的时间，其实经常到那边去阅读那些图书。那可是我觉得，到了我国高中之后，因为我就到了不同的地方去念中学了，所以呢，我去那边的时间反而是变少了。那是到了这几年，我开始想要重新去发现我的家乡，想要重新去理解我的家乡的历史脉络的时候呢，我再重新回到那个地方去，回到飞沙仑图书馆。那我在里面其实看到了一个现象是，那边其实大部分在阅读的人都是小孩子。那其实我有一种很深刻的感觉是，我觉得我好像看到小时候的自己一直在那边读书，一直没有离开过。那再来就是我觉得有关于文学启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点是庙宇。那我刚才就是提到的这个欧汪，它其实欧汪是一个以庙作为庙是它的核心，是一个它群落的一个中心。那我们欧汪的那个大庙叫做文衡殿。那文衡殿它其实主祀的就是关圣帝君，而且文衡殿它其实就在欧汪国小的旁边，所以呢，不管有什么活动，他们其实是经常是牵连在一起的。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地方的一个生态其实是一个共生的状况。那我很喜欢那个文衡殿的，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管是美术课或者是乡土课的时候，然后老师都会带我们到文衡殿里面去参观，然后他可能会让我们去理解这个历史的脉络是什么，然后乃至于说这个建筑的美学的构成是什么。那除此之外，其实我还很喜欢去看那个门帘或者是碑文上面的字，然后或者是说，这个庙里面他写的平安符上面到底写了什么？那是因为我对文字非常的感兴趣。那除了是因为我自己很喜欢道教文化，然后也很喜欢这个文学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自己也有写书法这样子。那这也就是起因我就是说想要透过庙宇或透过字去认识一个地方的历史。那我刚才有提到，就是其实我觉得离开家乡，反而想要认识的家乡这个这个意念非常的强。那我记得有一次我回到欧汪之后，然后我就自己跑到了文衡殿去拜拜。然后我就想一件事情是，我怎么从来都没有进去过文衡殿的2楼或是3楼看看呢？然后于是我就在那边没有人的时候，我就悄悄的我就沿着楼梯走到上面去。然后我发现上面其实是有很多书法作品在里面的，那这就是我最喜欢的东西了。那我在上面的书法作品看到一个我觉得让我非常感动的事是，上面有非常多的书法名家，他们会用毛笔字题写一些台南作家的诗词，然后或者是诗句或者是作品。那我看到的那一幅是我的书法启蒙老师，然后也是台南地区非常有名的书法家陈秋野先生。那他写的那个作品，其实也是盐分地带的作家黄敬廉先生的诗句。那首诗的名字就叫做《温岁寒溪》，其实就是我的小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印象非常深刻，也很感动的是，我觉得我在那个瞬间，其实我正在温习我的小时候，然后所看见的那一切，但是我也在预习我没有看见的那一切，然后所以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这是非常抒情的时刻。谢谢秉书。秉书刚刚聊得非常的精彩哦。其实我们都已经会期待说，哇，你的文艺养成，不管是空间也好，或者是你读什么也好，你看到了什么也好，那写出来的作品会呈现出一个怎么样的特色呢？其实等一下我们有机会的话，也会来好好来欣赏秉书的创作。但我觉得更好奇的是，你刚刚提到飞沙仑这个空间，我觉得这是一个3个字写在纸上面，或者光想象是好有画面的一个汉字哦。那我甚至你刚提到飞沙仑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读你的作品，我觉得飞在沙轮上面的字，其实就是你的作品给我的感觉哦。那当然还是要回到一个重点，就是
图书馆是你刚刚提到你在那个飞沙仑图书馆，你都是这样称呼它的这样子是。那在那个图书馆里面，你阅览各种的书籍，那你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在当时影响你，或是你爱不释手的书？是，谢谢富敏的提问。其实有，因为我自己很喜欢的书籍，我会不断的去那边阅读。那富敏刚刚这么提问，其实我想到我之前有一本我很喜欢的书，我到那边就会不断的一直看。然后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我后来忘记那本书名是什么了。然后呢，就是我后来。不断的查索它的内容跟关键字，我终于想到了。那这个可以待会儿再介绍。就是呢，我在那边读书的时候，那边会有一个那本书的小说里面有一个情节是让我非常印象深刻的，就是呢，它是有一个清朝时期的一个古代人，他好像被外星人给绑架了，穿越时空之后就到了现代的这个场景来，然后来那个现代到了一个大家族里面，然后呢，就是他有一次他就是跟这些大家族的人一起相处，然后有一次呢，他就在一个山丘上面。然后那时候就是风声瑟瑟的，他就在那个地方，然后开始就是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也许可能是亡魂的声音，也可能是自然的声音。然后呢，他在那一刻所做的事情就是他开始去超度那些人，也可能是在招魂。那我觉得这个场景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然后因为呢，我觉得这个人他的存在就是让这个大家族的情感可以联系在一起。然后呢，那一个人他觉得自己在这个地方已经达成了自己的一个目的之后呢，他就不晓得为什么的，他又回到了那个时空去了。那我后来去查索了，就是这本书，这本书是李彤老师的《望天秋》。对，然后我觉得望天秋这个秋的这个沙堆的这个形象，其实我觉得跟我自己在飞沙仑读书的那个感觉，其实好像哦，那都是一个在沙地上，一个在坡地上读书的。那你可能是想要在这个坡地上，你想要送走什么也好，那你可能想要召唤什么也好，那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非常文学性的一个场景，这样子。那再来就是。刚才就是提到那个文学启蒙这个空间，我刚才还有讲到没有谈到的一个小小的空间是说，因为在我们欧汪是没有书店的，所以如果要读书的话，我们必须到家里去才可以。那在家里除了有一间比较大间的金玉堂的一个书店之外，旁边其实有一个小书店。那我经常去那边看书跟买书。那其实那边比较多的书都是参考书，所以学生去那边都是买参考书。可是我不是，我比较去那边经常我去看一些文学作品，或是看书法的作品，或是围棋的书相关等等之类的。那有一次我在那边看那个书法字帖的时候，那个老板娘就过来跟我说：“哎，你在看这个书法字帖啊？其实我们这边很少人会来看这个东西。”对，然后他就是一直跟我聊天，然后后来还知道说，原来他女儿也是有学书法，然后而且甚至他跟我是同门。那我觉得更让人家惊讶的是，这间书店的那个老板娘，她其实认识非常多的作家。那其中一个其实就是林佛儿先生。那林佛儿先生其实就是盐分地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那他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除了创作之外，他也主编了盐分地带文学这份刊物。那其实林先生其实他在2年前已经过世了。那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在回顾这些文学启蒙的时候，其实我们都要记得这一些前辈作家的一种文学精神，或是他们的意志，然后再把它给传承下去。对，这个欧汪来的文艺青年真的是很勾引，就是除了讲自己的文学养成之外，其实他对文学传统也是有一个探索的热情哦。我跟秉叔很多相似的背景，其实我们2个都是麻豆黎明中学毕业的。那后来我们2个也都喜欢写作，那我们2个对台湾文学都非常的有兴趣哦。那我认识秉叔的时候，我最惊喜的是，就是除了秉叔刚刚介绍了这么多的一个他的文艺的养成的一些丰富面向之外，他的作品里面来自于一个盐分地带的一个空间的一个熏陶。那我们知道盐分地带其实从古典的到现代的都有非常多精彩的创作。那秉叔在这个传统当中，其实也慢慢的长出了属于自己的面貌哦。所以等一下我们一定会有非常有机会来分析他的作品这样。好，我刚听你们2位在对谈你们的文学的写作经验中，其实我有慢慢的感动，因为我曾经呢以一个台港海印、台港矮，然后呢去写了很多的主题。那不管我们今天在笔书里讲到的敖昂啊、将军啊、棒猛啊，这条海岸线其实它非常精彩的，除了像吴兴荣或是王金河这些伟大的作家，还包括其实值得尊敬的林佛儿老师。我相信只要我们去靠近这个地方，
你都可以因为他们这些前辈所走过的脚印，那我们今天在写作上其实也有很好的经验养成。那我也相信，也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未来你们也会再跟我们去分享，就是你们如何走出自己的所谓的一条很稳健的文青之路了。今天真的很感谢来自于山的富民，谢谢美霞老师，还有来自于海的炳书，谢谢老师为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一个文学养成的一个经验谈。我相信大家已经觉得充满了满满的感动，不是吗？风风花树头飞，阮的心情对你走相找。风风花烟拍拍，日日点点一地走拖。春花红红插头丛，碰棍青青遐大丛。风来片片人乌蝶。浮城上水看一丛。